來繼續來看立法院日前通過的7800億的軍購特別條例，比行政院提出的7.25條減4700億。國民黨的立委馬文君佫來提案，甲海軍司令部後續買軍艦的119億全部來凍結。退委會主委嚴德發今仔日提出着警告，講和平愛靠實力，所以需要建立着完整的戰略。馬文君回應講，浪費着國防預算，這是真正來傷害台灣甲產業的發展。各組江南海軍號月初出現佇高雄港，頭一屆做過暝耐力測試，並7月9日，後續咱使用2+3+2階段起造，不過相關的預算恐驚面對長官。根據江南各組第3階段後續咱的條件，海軍編列119億元預算，和國民黨立委馬文君提案全部凍起來。原因是去年編列的20億也未用完，那黃仁是提案甲50%凍起來，大約是59億，但英空是針對業務費要求甲10%凍起來，大約是183萬5千塊。都不一樣的想法，還沒討論完。去年的20億也還沒有執行，那今年又要119億，又要繼續付嗎？大家都要錢的時候，真的需求恐懼。那在監督的時候，又動不動就是怪我們強力的監督。另外，海軍的八股採購案，馬文君是提案抬5000萬，嘛甲115年度預算1000萬凍起來。不過原本敢若變3279萬5千塊，算起來預算會變做是付的1800萬，互懷疑是太傷濟。除了海軍案，馬文君嘛針對空軍甲陸軍這項裝備的採購提出抬調甲凍起來，加上進前立院敢若通過南北版本的7800億軍購特別條例，行政官員嘛煩惱恐驚和國防的戰力受到衝擊，傷害國家的國防，還有浪費我們的國防預算，才真正的傷害。因為煽動預算就會妨礙產業發展，我想這個真的是言過其實。和平它是要靠實力的，怎麼樣能夠強化我們和平的實力是非常重要的。那我們必須要建立完整的可視戰力。國防自主後一步要安怎行？了解預算攻防，個人有個人的看法。Hello， 我是莊慧琪。想要搶先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？趕快訂閱、按讚、開啟小鈴鐺，鎖定華視新聞 YouTube 頻道。